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3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12节，出埃及记30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希伯来书第4章14节到第5章的第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献祭。献祭有场地，有献的人，也有主祭者，就是祭司，有生祭，所以经文当中时常会出现，会提到坛，就是祭坛或是在圣殿里面的祭坛。有献祭的人，就是有人想要献上感恩啊，或是为了自己的过错献上赎罪祭啊，那要透过祭司才能献祭。当然这是在旧约时代的记载。然后要有牺牲品，就是我们说的牲畜、牲祭，或者是说代罪羔羊。现代来说，可能就是奉献金钱或是物品。有这些部分的预备以及存在，献祭才能够完成。但是事实上，在摩西律法的规定之下，更复杂。出埃及记30章第1节到第10节的经文记载，那个标题写的是烧香的坛，你要用金合欢木造一座烧香的坛，坛是四方形的，长45公分，宽45公分，高90公分。坛那4个凸起的角要跟坛连结成一块，要用纯金包裹着坛的顶端，4边和4角周围镶上金边，要为坛造2个扛台用的金环，接在坛的2侧的金边下，好让扛台相谈的杠能够穿过去。要用金合欢木做杠子，要用金子包裹。香坛要放在约柜前悬挂着的帐幔外，对着约柜的柜盖，就是我与你相会的地方。每天早上亚伦来整理灯盏时，要在坛上烧芬芳的香。傍晚点灯的时候必须烧香，世世代代要继续在我面前这样献香，不可间断。不可在这坛上烧违禁的香，或献烧化祭，或是素祭，不可在上面献奠祭。每年1次，亚伦要行洁净的礼仪，用赎罪祭牲的血洒在坛的4个凸起的角上，世世代代要奉行这个礼仪。这坛要完全的圣化，奉献给我上主。光是祭坛如何盖，用什么材质，方式如何，由谁来献祭，什么时间，要如何做，都有清楚的规定。感觉上似乎没有这样做就无法得到上帝的悦纳，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有些部分真的是无法免除的。那一些与献祭的精神相关的某一些部分却不一定是
必要的。我们都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件，地点是上帝选的，献祭的人是亚伯拉罕，是上帝所指定的，主祭者也是亚伯拉罕本身，而献祭的物品也是上帝所规定的，就是以撒。但是事实上，上帝自己早就为了献祭做了预备，有一只代罪羔羊早就被预备好了。希伯来书第4章14节到16节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。标题写着大祭司耶稣，那么我们应该持守我们所宣认的信仰，因为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，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。他已经进入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，相反的，他曾经像我们一样在各方面经历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应该大胆的来到上帝恩典的宝座前，好领受他的慈爱和恩典，作为我们及时的帮助。这一位大祭司是上帝所指定的，所设立的，他自己经历过试探，他是无罪之身，他体谅世人的软弱，并且赐下救恩。希伯来书第5章第1节到第4节，他进一步的这样说道。他说，每一个大祭司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，被指定替人民侍奉上帝，为他们的罪献上礼物和祭品。大祭司自己在许多方面是软弱的，因此他能够温和地对待那一些无知和犯错误的人，并且因为他自己的软弱，他不但必须为人民的罪献祭，也必须为自己的罪献祭。没有人能够为自己取得大祭司的尊贵地位，唯有上帝选召的人才能够做大祭司，像亚伦一样。耶稣基督他成为尊贵的大祭司，是为了世人献祭，也是因为上帝选召。他不是从人的里面所选出来的，他不会失败，因为上帝所设立的大祭司，成为世人的献祭的帮助，救恩的来源。诗篇51篇第1节到13节，祈求赦免。上帝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你有永恒的爱。求你除掉我的过犯，因为你有无穷的仁慈。求你清除我的邪恶，洗净我的罪孽。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自觉藏在罪恶当中。我犯罪冒犯你，我得罪的是你，我做了你认为邪恶的事，因此你审判我是理所当然，你责罚我是所应得的。我一出母胎便是邪恶，出生之日就充满了罪。你所要求的是真诚的心，求你用你的智慧充满我，求你除掉我的罪，使我洁净。求你洗涤我，使我比血更白。求你让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。你虽然粉碎了我，求你使我再次的欢乐。求你闭眼不看我的罪，除掉我一切的过犯。
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一个纯洁的心，求你赐给我一个又新又忠诚的灵，不要从你的面前把我赶走，不要从我的身上召回你神圣的灵，让我重新体会你救恩的喜乐，使我的灵甘心乐意顺服你。这样我要把你的命令教导罪人，他们就会归顺你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的上帝，谢谢你的恩典。虽然你如同要求亚伯拉罕献祭一样，要求我们对你献祭，但是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。你是我们的耶和华以勒，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所需要的，包括我们的献祭。你设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你也让他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。这样的恩典我们无法计算，只能够用虔诚在主前求你使用我们，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你忠心的仆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